朋友大家好，我是熊一奎，我是小主播张恒烧，我是小主播臭梅。分享曙光2礼拜4位是캠프。各位家皮主，我们台上所有学生嘅開始開學上課，像張元sau臭梅強調，幼兒園從國小開始到國中嘞，對愛嘅隻年代吼，國中高中對附中二中對跳那麼就當兩條嘅感覺。不過2005年開始，教育部正式對外解除法禁。到底呢隻動作係剛剛嘅天，也真正要做到，所以你節目一開始先透過通法嚟了解一下，你附中二中有哪條人別？要到正入要跪天，我做用嘅衫褲，比如講，佢係乜嘢？法官冇唔錯，佢係乜嘢？服裝嘅，按槍哦。另外，仲係阿邊個護士沒有固定嘅衫褲合作，大家一看就知佢係做乜嘅條路嘅。現在看佢做乜嘅衫褲，就知佢係做乜嘅事。故所我用嚟本，佢係做乜嘅正入，係乜嘅等級嘅。像係跆拳道舞台，就代表佢係跆拳道天高等級的，故所會受到後邊嘅尊敬。以上一條是韓國成分都係唔做得自家嘅天，想我去做去考嘅。不過有條係我強制規定的，像係講唔犯罪本人做去坐籠嘅，就天做去做方言衫。係講係啲北韓政府就規定亞頭那麼我見到啱嘅。係講唔係伊斯蘭教徒，本人家就會做服衫，另外唔得呢。啲台灣係講係中學生，喲，人哋祖國就去哪樣咯？清朝第二本字台是規定，天朝會剪出阿邊個會跳那麼，現在公司東東兒跳那麼紅，扯到什麼，老跳那麼簡單就看唔會扯到扯去。到咗民國58年，被到韓下呢片嘅管理，教育部就公告規定，總體學校嘅4個位要剪平頭。4個位嘅跳那麼，總唔得超過5腳。當到學校限規定，總唔得超過2公下背1公分。研究社講也係西瓜皮。對也其實學校就嚴格的管理學生嘅愛做乜嘅衫褲，無論生活嚴一邊，做情況以來都窮樣。一直到10年前，教育部總算解除改制，也起草規定10年呢。社會係做乜嘅衫褲，韓國留乜嘅跳那麼去學校呢？剛才看到了通法內容，首先張元sau，你們學校的服裝儀容規定，可不可以大致跟我們的觀眾分享一下？上了國中之後，有變更嚴格了嗎？就有頭髮不染不燙，然後學校不管有沒有體育課都只能穿布鞋，其他鞋子都不能穿。這個算是違規的鞋子？違規。他就說什麼對腳不好，可是像有人會打籃球，男生在這個年紀會打籃球長高嘛。我同學穿那種高筒 Jordan 的鞋子就被抓。所以不能帆布鞋，可以布鞋，但又不能高筒的布鞋。對。是因為每天都有體適能，每節下課都要跑操場，所以他覺得說穿這種鞋會受傷。OK，那這個理由你接不接受？我接受啊。所以你覺得穿這個鞋子跑步不舒服，容易受傷？會容易扭傷。你剛才講到頭髮，像你現在這樣的髮型，是100%合格的嗎？我合格啊，可是不染不燙不合格。你有染？我沒有染，我天生咖啡色，這之前就有被學務主任講過，就跟他講說，這真的是天生沒有染。他劉海在我們學校會被抓，因為他過眉毛了，我們學校不可以過眉毛，他這樣就會被叫那個主任罵。OK，什麼時候會被檢查？學校會有服儀檢查日，會事先告訴你們嗎？會，他會突擊檢查，他會廣播。不會有突擊檢查這種事。我目前還沒有遇到突擊檢查的。你點頭。不定時。哦，不定時。這是我們班吶，老師突然說全班站起來看一下有沒有穿這樣的。老師就說你知不知道不能穿這種鞋子來學校？我說老師不好意思，我知道了。所以現在講的這些規定，如果真的違規了，就只是口頭上的告誡，也不會有任何的處罰。會啊。有時候愛校服務或警告或者扣卡，小卡，那是榮譽卡，對，然後集滿60個記一個嘉獎，可是你倒扣60個，你就要記一次警告。我們是20個，就是一個警告。我們是60，我們20個。你看到兩個社會分享本地，就算係各種國家學校，甚至國家辦佢哋嘅規定，係你有啲首長都在實際上對其他學校係樣板做嘅，學生啊應樣板看待。看下來看呢個禮拜社會太呢題。今日來到位沙子的福安貴州，請到位9年級的學長子來同我們分享，為做學校規定的衫褲模，家頭有乜嘅想法？
天黑，學生嘅改愛做固定嘅衫褲帽，你看下學長子意見係乜嘅？看起來真係同反對熱差唔多呢。再來係大家要好做固定嘅衫褲帽，大家都唔好做呢。你睇看下學長子要係用嘅講嘅。就是他有时候运动完流汗后，他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不舒服。觉得每天都穿着自己不喜欢的衣服，然后来学校上课之类的。全部学生站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看起来比较统一，比较整齐。然后不喜欢是因为我觉得校服穿起来会很胖。我赞成是因为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有那个整齐嘛。在别人眼光，每天衣服都不一样，在别人眼光中也会有不一样的风貌感觉，所以让每天都焕然一新。从选到选好大概也只有10分钟的时间，因为其实不会说想要在这方面太多花样啊，就是以基本舒适，然后能够到学校上课这样就好。学校有说蓝色的嘛，蓝色是可以接受，但是他鞋带却说蓝色不行，这样觉得怪怪的啊。头发的话就普普通通啊，不会影响要上课就好了。基本上不要染头发那种就可以啦。学校为什么要管鞋子？鞋子都是鞋子，只要2只脚还不是都一样要穿什么鞋子都买一样，也不会增进上课的感觉。不要超过眉毛，就真的不要挡住视线，不然大家看起来会很没有精神。鞋子以布鞋，然后不能穿凉鞋加小拖，我觉得这是 OK 的规定。罚你那个爱校服之类的事，就扫地之类的，扫地，对，然后是扫厕所之类的。你看到富安贵中的学生啊，昨天讲系全凡都有。来，现场2位小欧，喜不喜欢制服？请回答。不喜欢。为什么你不喜欢制服？太闷，然后又很不方便。你们的制服是裙装？对，裙子。裙子怎么还会闷？我好动嘛，穿裙子就不方便了。因为裙子短，又要穿件安全裤 ，OK， 然后制服又是透明的，又要穿一件内衬，是，就又很热。那你同学普遍的反应是喜欢制服多还不喜欢制服？大家都不喜欢制服。你现在讲的大家大概占几成？6、7成吧。所以1半以上不喜欢制服。来，难得我们有少数代表在这边，为什么你会喜欢制服？我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穿裙子的感觉。所以不是因为你喜欢制服，只是刚好它是裙子。如果今天学校的制服是裤子，你就不喜欢了？不一定啊。OK， 因为我觉得制服随手分很好看，很凉快啊。为什么会？他们裙子超长的，过膝还凉快。是因为这样你就不用穿安全裤吗？不是，你刚刚自己说你不用穿安全裤的，我不用穿安全裤，可别人要穿啊。我问的是你跟我讲别人的答案啊。可是我不穿的话，可是偶尔还是会穿啊。像那种，因为有时候可能上表演课，我们表演课老师有说要表演的话，我可能就会穿啊。如果没有要上表演课，我就不穿。所以如果没有安全裤这件事情，其实制服没有那么闷。对。所以啊，你就自己打自己嘴巴。其实你的制服根本就是你不喜欢它而已。那我喜欢。那你们我有请你们去调查同学后，那同学们对于制服还有没有哪一些建议，或是觉得制服有什么好处或坏处的？他们有人觉得说女生那个制服很透明，就是白衬衫嘛，上衣，对，然后一流汗喷到水就会曝光。比方说对制服的不满，你们有管道跟学校反映，或是有跟学校讲过这件事情吗？没有。没有讲，为什么不会想要跟学校或老师反映？我就会被骂只是建议而已啊，因为下一次万一要做新的制服的时候，是不是你就可以造福学弟学妹？我们这一届都是新的了，已经是新的了，我们有改革，然后还是让你不满意。对啊，同学们除了对服装之外，对于头发或是其他的服仪的规定，有没有什么反映的地方？他们怎么讲？
染发吧。我们夏季只能穿裙子，你不能穿裤子，也不能因为个人关系而穿裤子。他要学校公布换季，他才能全校从裙子换到裤子。那受伤呢？受伤也一样。可我觉得不行，有人身体可能比较虚啊，他夏天可能他就觉得会冷，也是不能穿长裤。但那样子的个案是不是可以经由向学校申请？可以，就是如果你没有特别去讲，学校是会去骂你的。你如果有去写联络簿告诉师长，老师才会要先告诉班导。OK， 都还有讨论的空间吼。講到討論，因道理下會接談到嘅入面到做進度嘅學生嘅講法，學校設計與其家你看到嘅課案規中，還有教育團體佢哋嘅態度有樣板，因是協困下公司取消的關係。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制服的國家，大約出現在亨利8世時期，至少有500年的歷史了。當時的制服一律都是藍色的，因為藍色代表着謙虛。英國人相信藍色可以讓小孩子從小就謙虛做人。這一下茶，我一下藥，夾夾真來喲。我做固定的衫褲模，我專用嘅嘢條拿模。今日我哋倡導當日都同學生嘅強化教育，還有日本基金會嘅執行者。如果說學生沒有按照我們規定的來穿的話，我們基本上是不會去處罰他的，因為我們覺得教育比較重要啦。你因為學生不按照你的衣服來穿，你就記他過，這個好像在學生講整14要點裡面，你也很難找出一個說服儀不整，他哪有服儀不整？他又沒有扣子不扣，或者是說給你的亂穿內衣外穿等等，他也是穿便服，只是說他想要的那個款式可能不是，那你覺得他穿起來好像，就是踉踉蹌蹌那個樣子不好看。可是我覺得那個勸導會比較重要。所以現在學校說我們沒有處罰，我們都是愛校服務，就是禮拜6來學校裡頭做各種打掃的工作，叫愛校服務。頭髮的髮式規範啊，或者你要什麼時候換季啊，穿什麼衣服啊的一些規範已經越來越鬆動了。那教育部這邊它只有一個很概括性、原則性的一個規定，就是它訂定在學生輔導與管教辦法的注意事項裡面。好，那這個注意事項裡面是講到說相關服裝儀容等等這些校規啊，就是都把它放在校規的範圍裡頭，要經由一定的程序，經由民主的、透明的、公開的程序來定值，只要符合這個程序，那他就把它稱之為是一個這個學校所定的校規的合法的基礎。如果學校一個校風不好的時候，對於便服我們其實也不敢開放，因為他到處亂跑的時候，跑去校外了，或是爬牆出去啦，或者是外面人爬進來了，你根本就很難去管控。所以我覺得我們要讓學生知道說，你讓老師更放心、更信任你的時候，那你能夠自主的這個空間就越大。所以我們事實上也不是一開始就開放學生穿便服，當我們覺得學校的學生規矩、品德、文化慢慢上來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說，哦，那你這一周表現好的，有1/3的機會，就是全校有1/3的機會，學生可以穿着便服來學校。所以你看到國中的時候會這麼強烈、明顯的有個 gap， 那個 gap 除了小孩生活變得緊張之外，小孩被管的東西也更多。其實就是我剛剛提到一個是面臨第一個最大的就是人生第一次升學考試，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大家還是不太懂得如何對待青春期，這樣子能夠在學着做自己的這個過程。教育應該是給規矩，然後引導他們過來走，而不是一個一個搶過來。我覺得教育不需要這個樣子啦。那孩子他個空間是很大的。兩邊的講法聽起來都有道理，都係對同學較好的想法。不過家條講法有哪條所長呢？電視機頭前的社會沒看下來，沒看啊。剛才上半場的時候，我特別問兩位，就說知不知道你們對於學校不滿，其實是可以向學校提出有一個民主討論的過程的，而這樣的討論過程是名列在教育部的規範裡面。老師、家長、學生三方共同開會討論制定。所以不是學校叫你穿什麼就穿什麼。第二個是不得性別差異。你們覺得制服應該要有性別差異，比方說女生應該穿裙子，男生不能穿裙子。對啊，那就是性別刻板印象。第三個，
不得处罚。所以两点，你刚才也谈到，你了解包含日本基金会还有丰安贵州高中的港头类，他们其实是不赞同处罚的。那2位也提到，在你们学校如果没有穿制服会被记点，你觉得记点算处罚吗？应该还是我觉得算警告而已，就是警告你不要再做就还有这一次。跟机会反转那些。对于处罚这件事情啊，让我们联想到前一阵子有一个比较大家热烈讨论的新闻，但不是国中，是在高中，台中女中。那他们的学生希望可以穿短裤进校门，那校规规定是不可以。那显然学校也提出了一些他们的说法，包括他们觉得说，短裤显得不是这么正式，然后他们甚至讲到说，短裤会显示出因为高中女生的臀型可能引起犯罪意图。你们自己身为一个国中女生，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新闻？那个不够正式，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上课就上课，为什么还要谈论正不正式的事情？会不会上学是一件很正经的事情？可是不是强调快乐学习吗？你不同意这个说法？不同意。那他说要保护女学生，因为女学生穿短裤会露出臀型，就穿裙子不从下面看上，坏人会有遐想，然后增加犯罪的意图。可是像我们穿裙子走天桥的时候，从下面也看得到，上面女生穿的裤子啊、安全裤之类的也看得到啊。那她穿短裤跟穿裙子还不是一样的意思？走楼梯的时候，其实我们因为裙子短，走楼梯一低头就看得到每个人，很清楚，很清楚，非常清楚。你觉得有很多男生会这样子对你们吗？其实不会，通常都女生看女生。对，所以那裙子跟短裤，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吸引人家看？裙子。所以穿短裤反而比较安全。对啊。那你怎么看待台中女中这些大姐姐们，她们想要反抗这件事情？我支持。你支持？因为我不喜欢穿裙子。麻烦。你们能不能想到制服有没有什么好处？就做坏事的时候啊，看学校记学号。应该辨识年级吧？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辨识他是几年级？我们制服上面那个学号有分颜色，可以分辨年级，确定就是他是，譬如说他是8年级还是9年级的。你觉得那个是要让学校里的人分辨，还是让校外的人？因为学校像我们不知道什么颜色代表什么年级，应该是让学校的人分辨吧？有可能主任什么要看得更清楚一点。你好，有小朋友是我记得的观点，就是談到咧教育團體很有好高嘅態度。當然，當重要嘅，我因為做主婦呢一件事情，很見識到家長嘅態度，所以先嚟談一下家長願意乜想嘅。談嘅同學、先生、專家想法過後，唔知按到嘅家長很用嘅看，而做固定嘅衫褲也件事情麼？也研究看下第一看啊。穿制服的话，我觉得对学习会比较好，他就比较不容易说每天在那边想我要穿什么衣服，浪费很多时间。而且小朋友都穿一样的话，就不会有那种贫富城乡的差距。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被制约成一个样子，所以如果没有制服的话，孩子每天可以穿不一样的衣服上学，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可以依照他的心情，或是依照他当天的天气，然后来做一些不同的变化。我觉得小学的时候应该要，因为小学的时候小孩子就在学习社会的规范，或者说有一些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时候，我觉得要给他一点点限制。可是到国中跟高中的时候，可能他们应该是可以自由一点，对于小朋友来讲，可是对家长来讲要比较方便一点，因为他不需要在比如说买校服啊，或者说担心他的衣服有没有干啊，还有这部分，所以我觉得大概到国小结束以后就应该不用了。制服代表一个学校的一个象征，而且制服是一个辨识的一个方式。在学校里面呢，当大家看到穿制服的学生，就算有外来的人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做辨识。我的看法是，学生应该要拥有制服，而且应该要穿制服。那原因的话，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学生去学校就不会去比较谁的衣服好，或谁家的比较可能经济状况不佳，那衣服比较破旧，就学生不会有这样比较。另外呢，他们也会有比较有共同的向心力，都认同自己是某个共同学校的，所以我认为制服的好处是应该要维持。同学们溜出校园都要把制服换掉，然后穿成便服的这一件事情来看，就是大部分我们也可以辨识说哪一群人啊，比方下课的一群是穿制服的，他就是学生。其实某种程度他们也会被保护。
ทั้ง嘅按到嘅家長嘅想法，嘅社會也都要用嘅上嘅。我想关于校规这件事情啊，这个家长常常站在学生就是你们的对立面。刚才这么多位家长，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之后，你们自己的感觉是什么？自由的那一个，我就觉得说，真的可以看出来，你每天在想穿什么衣服，就是说可以有让我们自己发展的空间。我赞成穿制服，因为有一个家长理由是说不会有贫富差距的问题，就是看外表就觉得会嘲笑你说啊你怎么穿这样，跟我差那么多，会有比较。刚才有另外一个家长提到，制服某种程度能够凝聚学生们的向心力。假设那个张雨莎，你现在要代表国中到新北市去参加比赛，请问你比赛那一天你要穿制服还是便服？制服。为什么？很闷哦。我是以学校身份出赛的啊。连不爱穿制服的张雨潇都认为，有些场合还是要穿制服。来，那假设今天一个是郝崇美喜欢制服，你不喜欢制服，那理想中你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制服，上学的衣服，你们有想过你想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到学校吗？好像没有。你现在的制服就是你理想中的制服？我觉得蛮好看的。来，那如果你可以选 ，OK， 你要穿你便服的短裤，普通的 T 恤。那每天都穿那一套吗？还是你每天要不一样？每天不一样。所以每天都，所以是完全连你自己设计的也没有一致的规定。对啊，因为你就可以代表着，假如今天心情很好，就可以穿亮色系；心情不好就可以穿暗色系啊。OK， 聊禮拜女中莫考忘記了兩屆社會還有問題而參考大家。我相信很多觀眾都跟我們一樣，剛升上國中。那你們喜歡國中的制服嗎？以上是聊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精彩內容下個禮拜六晏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是天賦，拜拜。謝謝。你們有偶像嗎？有。我們偶像排行榜第1名是5月天，然後這我知道。接下來周杰倫、Special， 然後 TFBOYS。偶像的重要特質有親切、個性好，要有才華，很努力，品性優良，然後還要外貌。